今日咱要看的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19节到22节。以弗所书2章19节，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架骹的，就是甲遮个圣徒上国，做上帝家内的人，受起造伫遮个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处角要紧的招，在伫伊见若所起的，拢相联络，踮伫主内渐渐诚侪圣殿，恁也踮伫伊三角受起造，诚侪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圣经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话，搁照安尼行的人。今早起，彭德贵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教会的基本要素，请咱共同来领受。各位兄弟平安。大家代表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向各位兄弟姐妹说多谢甲请安。咱当年弄一个主日，为着这客家的宣教，来奉献，真正感谢。早起要甲咱大家所受的题目就是教会的基本要素，大家后头祈祷。特别上帝求你的圣神，因为伊伫阮中间做阮的主，做阮的王，做阮老师，教示帮助阮。通过你罗伯所传讲的，你的圣神来圣化，对阮有造就甲帮助。安尼祈祷奉主圣名，阿门。20世纪教会所潮流是渐长总是咱真注重这个代志的时，有时咱有一寡缺点忽略的所在，咱拢了做讲人数的增长就是教会唯一的目的。结果咱忽略迄个教会的质嘛爱增长。21世纪开始，咱搁重视，就开始重视圣经的原则、神学上的经验。咱爱期待教会，诚做健康的教会，毋通坐尔爱健康。所注重的是上帝的灵，甲上帝话的同在。教会倒转到真正了解教会的本质是甚物，也是讲教会基本的要素，咱爱来注意，咱才会当起造健康的教会。这条圣经内面头一个咱爱受的是讲，教会就是上帝的国。第19节安尼恁无过做出外人，也是旅客，是甲圣徒同国。这节圣经节的背景是伫第1节到18节。第1节到10节是讲到世上每一个人拢死伫罪恶过犯中间。借着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死国过活，这是靠上帝恩典，凭着信心来得到的。11节到18节是讲，就强调讲外邦人甲犹太人拢得到和好，是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面为着来拍破伊的身躯，废掉迄个冤仇，诚做和平，互两个人诚做合做一个。走到上帝面前，当接续落去，保罗就讲起讲，那安尼，这个教会的特色是甚物？教会就是上帝的国。讲到国的时阵，咱受到3项，国就是百姓、土地甲主权。上帝的国嘛是相像，上帝的国，但是所注意的就是上帝的百姓。现代圣经一本讲，安尼看来，恁外邦人无过是出外人，还是次分人，恁是上帝百姓的同胞。迄意思是指讲，信靠耶稣基督的，拢要叫做上帝的百姓，是上帝的公民。搁在外邦的基督徒也享受上帝国的迄款的公民权。
甲上帝选民犹太人相像，伫基督内面合而为一。保罗讲到这会真要紧，因为保罗血统上是犹太人，但是伊特别享受伫罗马帝国的公民权所以伊会体会到迄无共的所在。伊强调教会就是上帝的百姓，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拢相像。这对咱今仔来讲，都提起上帝国的百姓。百姓就是强调，咱爱宣告，互上帝百姓愈来愈多，愈来愈遍满伫全世界。第二项，上帝国是爱扩展，提起咱传福音，基督徒愈来愈多，信主的国家愈来愈多，地方愈来愈宽，上帝掌权愈来愈宽阔，也提起咱每一个教会，毋若是关心家己的教会是毋是人多，是毋是经济丰富，咱爱注意上帝国其他的百姓什么款。咱毋若是关心咱上年教会这地方教会，咱要关心有历史以来全世界上帝的百姓，上帝国。那安尼时，咱家己好，家己坚强，家己人多，咱也爱帮赞协助迄弱小、人少、甲经济困难的教会。那安尼时阵，咱就会学习主耶稣基督所譬如的教示的话。咱毋是为着积聚财宝伫职场内面耶稣做一个譬如，讲有一个人收真多将迄个职场拆较闊，总是。上帝甲伊讲，有讲的人竟然爱你的灵魂，你才会要归伫什么人？耶稣搁另外讲，恁着爱积聚财宝伫天里。咱毋是咱帮赞其他弱小的教会奉献，咱毋是浪费，咱是要伫其他上帝国度来百姓内面来帮赞因所以学习耶稣基督所讲，互人的甲人。比甲咱摕更较有福气。咱逐摆有机会时会听伊讲咱的教会一年所使用的若无超过目的事业，无超过这福音的工作80%，那安尼是爱卡税金。所以呢，就有两款的主张，一张讲卡税金就卡税金嘛，卡了时咱钱嘛也较济。但是另外讲。咱哪有何必爱为卡税金呢？咱的应该超过80嘛。若也无超过80的，咱也奉献帮赞其他的教会。迄教会嘛是上帝国内面的教会。这是积聚财宝伫天里毋是浪费第三，所以今仔日咱做宣教主义，客家宣教主义就是体会帮赞这弱小。客庄的所在传福音的事工，咱爱为着因来奉献。第三，教会需要有国度观无论是种族、血统、语言、性别、年龄、地方的无相像，咱都因为顺服上帝的主权，毋啦关心咱的教会，也关心别的教会伫人数增长。经济富有亲像罗马书第14章17节讲，因为上帝国的主权毋是在伫人者，是在伫圣神所守护的公义、和平甲喜乐。教会因为有上帝国的特色，每一个基督徒有上帝的百姓所应该有的迄个特质上帝国所以上帝国咱受到。百姓人的增加，互咱受到土地受到主权。第二项，教会是上帝国，有百姓、有主权、有土地。但是第二项强调是上帝，教会是上帝处理的人顶面讲起强调上帝的主权。讲到教会是上帝处理的人所强调的，也是迄个关系，迄个关系。
圣经讲，借着耶稣，上帝是咱的阿爸爸，咱就是伊的囝儿，咱是上帝赐你的人，赐你的囝儿。每一个人彼此中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有迄赐你的人相归属迄款的亲密的关系，也是学习主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恁就彼此相听，亲像我听你相像。伫上帝家内面，第二项所强调就是，咱有每一个人所属跟咱家己的角色啊，表明信徒伫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是共处你的人，每一个人毋通做人客，也毋是互人伫服侍，咱要尽处你的人的本分，谦卑啊来先困。来彼此服侍，所以假对上帝嘅，咱来到伫遮，拢共处你的人，无分大小，但是每一个人要找到咱服侍的角色。每一个基督徒共一处你的人，每一个人应该要保持彼此中间的迄个疼心的关系，互即个家庭充满和睦。甲喜乐的气氛，教会甲一般团体无共啊，一般团体有迄个目的来组成，但是教会是无协同的关系啊，皮肤颜色无共，年龄无共啊，但是呢，咱是因为共处你的人啊，拢食做是上帝的囝儿啊，保持彼此中间学习耶稣。彼此相听，亲像伊听咱，毋是咱照咱家己意思来彼此相听啊，是照耶稣基督听咱的听来彼此相听。第三，每一个基督徒是共济处理的人，每一个人要努力共同经营这个家庭的幸福甲献献啊，经过彼此相分享团结的生活啊，团结就是分享。有一个牧师 J.B. Phillips 讲，初代教会非常的坚定，因为因拢做定生活是团结的生活。即款的团结生活，有无相通，分享相听，迄经过呢，用所向无敌的团体生活，所向无敌的团结的生活，无法度拍破啊！历史以来有真侪艰难。来拍破这个教会，但是因为已经过所向无敌的团结的生活，所以教会一定发展。甚至教会历史来看是受到灾难困难的时阵愈坚强愈发展。第三大项，教会是受起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面。咱主观上，咱是属于上帝。咱彼此关系是学习耶稣的听来彼此相听。那安尼，咱要做什么呢？咱要学习什么呢？照咱所做的，会照上帝的意思呢？会当归伫上帝顺服伫上帝主权，学习耶稣的听来彼此相听呢？迄就是咱爱受起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的顶面。使徒主要所强调的，当时上早是指耶稣12个使徒，甲耶稣基督做阵生活，了解耶稣所讲的，看见伊所行的，学习伊耶稣基督所做的。到了新约时代，咱会当讲使徒就是受差遣，特别亲像宣教师受差遣，代表教会到世界各所在来传扬耶稣基督福音。这是使徒的职分。先知呢，旧约时代先知拢教示因宗教上的生活。新约时代讲到先知的时阵，特别强调上帝的话，讲解上帝的话，启示上帝的话，帮赞上帝的话，实践上帝的话。每一个基督徒亲像第二项是讲。使徒甲先知的根基，每一个基督徒亲像一块的大小石头，需要受起造
建立做阵，这样才叫做伟大的建筑物。是上帝的圣殿，意思就是讲，伫真理的顶面，咱爱彼此学习。咱爱做什么，爱行什么，咱所做所行的，是毋是会无相像？虽然是文化无相像，背景无相像，但是咱对逐世界、逐所在因为信主耶稣基督，加做上帝的百姓的三个组织做阵，咱会当做甲行的拢一致。原因是啥物？因为咱伫真理顶面来学习。圣经教示咱爱安怎做，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安怎做，咱就学习伊安怎做。伫旧约时代，上帝爱咱安怎做，才会当因讲上帝的名受基础。咱努力来长进，咱毋当得到活命，搁得到不断长进的迄个活命。长进是啥意思？就是学习真理丰富的内容，实践真理丰富的内容伫生活的中间，拄到咱有丰盛的活命。第二项，人才会当甘心卑微，顺服主的安排，甘心伫家己的本位甲运势顶面。第二讲，先知甲使徒的运势，强调迄个运势。迄运势是上帝所予咱的，也是圣神所赐予咱的，予咱将这运势来使用出来。第四大项，教会是基督耶稣做出角头的石。出角头的石，有人是讲地基啦，也有人讲是讲拱门吼，迄中迄个上要紧的。总共这个出角头的石是上要紧的。是上可靠、上稳定的，意思就是国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间的主。不讲教会内面的人是愿意复杂，无相像的种族，无相像的血统，无相像的言语，无相像的文化，无相像皮肤的色泽，无相像的年龄，无相像的性别。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咱触角头的石，逐个人拢爱连伫耶稣基督。安尼时阵呢，咱就诚做耶稣基督的身躯顶的机体，咱建立诚做一体。咱看见世界真侪国家民族拢有家己的国家、家己的文化要合一真困难。别安尼就咱台湾这百姓拢会合一。就足无容易，足无容易。但是教会呢，遮尔复杂，遮尔无相像，咱爱当得到合一，会当坚定，因为咱连伫耶稣基督身躯的顶面，每一块石收贴伫迄个坚固伫耶稣基督根基的顶面，咱亲像一块石头。咱受起做连结连伫耶稣基督，受起做连伫耶稣基督，这是真要紧。教会毋是一块石头那点砖仔个，一块石头砖仔，总是你若无连结做阵，无贴做阵，细细刷刷，互人头地基都毋知影。但是呢，石头砖仔若连结贴了真好势，个。建立伫连伫耶稣基督身躯顶面，你无法度去偷摕，佫较袂讲，讲偷摕基督毋知影，所以圣殿每一个真感觉，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要紧的。我做兵的时对金门的水有时无啥好势，所以拢学迄个井，学迄个井是伊拢做者沙土，伊爱坚定啊，爱。贴迄个石头，迄大石头诚要紧，放落去安尼。但是大石头若无细地石头去甲塌咯，袂安。所以大石头有大石头的路用，细石头有细石头的路用，三个起造互伊坚定。教会嘛是相像，无论是大小，是指讲你的运势、你的气力、你的财物拢无共。
但是拢合活起来，彼此合活起来。我捌听记这个譬如的话，也是可能我捌讲过吼。讲有一个培灵的牧师去培灵，头一暗，伊问讲：我今日所讲题目是啥物？恁知影无？知影人举手，啊无人举手。伊讲无人举手哦，恁拢无准备，明仔再来。啊，第二暗去的时，伊佫问一个问题：我所讲题目是啥物？恁知影无？知影举手。啊，大拢举手。伊讲你拢知影，就免讲啊。第三暗，伊讲啊，大家都参详哦，啊，这牧师假古怪咧。啊！今仔个问的是你我安怎？你是伊安怎？大家举手，伊讲免讲啊！啊，拢无举手，讲你无准备，结果伊安怎？知影咱举手安怎？迄情形比如安怎？因参详好势啊！坐，一半举手，啊，一半无举手对无？拢毋举手，伊讲无爱讲啊！拢举手讲你都知影啊！一半举手，啊，一半无举手。迄牧师讲，我所讲的题目就是这个。因为我说你在讲啥啊？你讲题目是这是什么意思？伊讲迄举手的吼，代表知影。讲迄知影吼，帮知迄个毋知影。哦，迄有气力的扶持迄个软弱的，有的互迄个无的。啊，你会听帮知迄个软弱的，啊，你有的有无相通。所以教会是啥物？迄叫做团结，三个分享啊。初代教会受称作所向无敌的团结的生活。对咱使徒行传第2章42了后，拢记载迄个团结生活是啥物款？第5项，教会圣灵行起充满的所在。初代教会最明显特色就是。教会是圣灵行起充满的所在。约翰福音内面，主要所基督为离开因的进前，学生足着惊烦恼。耶稣就讲：我应允圣神互你，像做保惠师。圣神保惠师啊，迄真侪翻译，有的翻译叫做安慰者，有的叫做中保惠师。啊，为什么这样子翻译无共呢？因为这个字眼 Paracletos 真歹翻译。原来意思是讲，你边仔有一个全能全知的一个人，啊，你若有需要时，你甲伊恳求，伊就来帮助你。你伤心的时，伊来安慰你，你感觉伊是安慰者；你无气力的时，伊来帮助你，伊感觉伊是愤心的人。啊，你无的时，伊来帮助你。啊，伊帮你感觉伊是有钱的帮助者啊，所以你的需要是什么？你恳求伊，圣神就来帮助你。啊，你圣神所表达的就比迄个角色。你袂晓，啊，你求圣神，圣神就教示你知影真理。圣经内面毋但讲教示，互你入伫真理，就是互你体会、经验迄真理。若知影那点。会当实践行出来，伫你活命甲生活的中间。初代教会就是特别表现，教会是圣神行起充满的所在。有一日教会伫安尼开始，有一日中间圣神充满伫迄中间，就有3000人悔改认罪。教会伫安尼开始，后来圣灵佫感动伊啊，佫分别因罪性。啊，迄种清气迄内面有虚假无实在的代志，互伊会当圣洁、真心真意。后来圣神佫帮助伊开始传福音，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啊，教会不断充满伫圣神的中间，就不断开阔，叫做建新。圣洁向外发展，实践主耶稣基督这大使命的教会。所以初代教会啊，是充满了圣神行起的圣殿，毋是人强调我迄毋是人的行起组织的所在，有人，但是上帝神伫因中间。主耶稣基督讲，上帝国伫恁的中间，
上帝国伫咱的心内，迄是表示主权。我的心然后归属互耶稣基督，爱上帝国伫我心内。咱三个组织伫遮来听上帝的话，来学乐上帝，感谢上帝。迄中心拢是上帝，耶稣基督啊！啊，你上帝国伫咱的中间。所以呢，有几若10人伫遐，但是咱的行动、言辞内容，拢有将一致。所以教会基督徒信主的人，拢是伫世界各所在来组织，无受伤的人，甲语言、性别、男女都有。但是因为拢互圣神引带，互圣神充满。上帝圣神引带，互咱知影方向；圣神充满，互咱得到开力来见识耶稣基督的真理。结论来讲，拉丁语有一句安尼讲：有基督就有教会。什么说有基督就有教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这名的意思是啥？讲我以前伫新店时，讲有一个长老讲吼，牧师啊，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教会是长老的呢，毋是你牧师的。我安尼讲，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基督长老教会啊，我毋对啦，台湾基督是基督的教会。台湾这个地区啊，地方教会吼，逐所在啊，迄个教会哦，台湾这个地区基督的教会，伫历史以来，超越历史、超越地方，是基督的教会。采取长老制度、长老体制，迄个教会，伫总会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了后呢，咱双连教会，这是地方属伫这总会这一间地方的教会。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强调的，是基督的教会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所以教会毋是属伫某一个人的，毋是一寡人的。伫教会内毋是牧师上大，毋是长老执事上大，也毋是兄弟姊妹上大。就所有的人拢是真要紧，拢要成做圣神所行起的所在。咱要成做上帝圣神行起啊，咱就爱顺服伫上帝的话，互伊来引带，互伊来感动，互伊来推动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互每一个这听耶稣基督的人，对圣灵内面有团结，有交配。亲像因传道理到伫即个安提阿的时阵，啊，有人传互伊个犹太人以外的希利尼人，哇，教会对安尼开始复兴起来，啊，结果总会呢就派巴拿巴去看到因所做所行的，做感谢上帝，归因光互上帝。总是无拍算无偌久了后，对耶路撒冷母会来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煞甲因讲外邦人。爱遵守上帝的律法，食做犹太人了后，才会当食做基督徒，才引起因真侪争论。后来因就拜保罗甲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去，因就开一个许多的会议。在会议中间，因讲互圣神的感动，后来伊决定啊，外邦人毋免食做犹太人了后，再食做基督徒。迄时若是决定讲，外邦人要先做犹太人，再做基督徒的时阵，安尼教会会当闭做基督教信仰，煞闭做犹太教信仰即个支派，无偌久就无去啊。该在圣神的感动，啊，才使到讲圣神感动，阮决定啊，外邦人啊，伊毋免先食做犹太人，特别因为信仰所基督，食做上基督徒，食做上帝的百姓。所以保罗对这段的解释内面，在讲起教会真要紧的要素，基本的要素，就是教会上帝的国，教会是上帝赐你的人，
教会是起初伫使徒先知顶面啊，教会是连结伫树角头的石耶稣基督身上，教会圣神行起佮充满的所在。啊，咱每一个人也就是教会，咱每一个人拢食着圣神行起伫咱内面，佮充满伫咱的内面，互咱活命那日子见神，互咱愈有气力来推动。J.B. Phillips 讲，初代教会所行真侪事业技术，毋是学理上会当解释，无法度解释啊，因为真侪普通的人，拢一个一个拢改变。小大人比较勇敢，有的人啥人叫做性格，啊，当生的叫做真慷慨，拢活命的改变，过当有活出一个新的活命、新的人生来。我咱的教会，相信教会也是真多啊，遵行教会基本要素的教会，和主所束缚的教会，使大家都记得。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今早起通过使徒保罗所写的几若句话，阮了解教会要真侪教会要素。教会是上帝国，教会是上帝处理的啦。教会是建立伫使徒先知的根基的顶面。教会是连结伫主角的头耶稣基督的身上。教会是圣神行起佮充满的所在。我很相信教会有国度观，有圣神的同在，有真理的基础，有三听三结连。互咱所做所行的是互主所欢喜。咱常常爱会记，阮爱互主耶稣基督所欢喜，毋是互阮人的欢喜。咱积自财宝伫天里，咱毋是积自财宝伫仓库内面。愿主你感动帮助阮，听了明白，佮实践，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